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。我哋雖然係一個細頻道，但只報道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你訂閱、點讚，繼續支持我哋。503票對9票，歐洲議會強硬譴責黎智英定罪。各位聽眾，呢單新聞，歐洲同北京之間可以話火藥味在升溫。2026年1月22日。歐洲議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一項緊急決議，公開譴責黎智英被定罪，同時再次要求4個字：即時放人，而且係無條件。投票結果相當誇張，503票贊成，9票反對，100票棄權，即係話歐洲幾乎一面倒，覺得件事唔掂。歐洲議會喺決議入面指出，黎智英自2020年12月被拘押至今，多次單獨囚禁，涉及多項被形容為政治動機明顯嘅控罪，仲形容佢而家嘅拘押環境係危及生命，違反國際人權標準。決議更加直指呢宗案件係一個示範例子，反映當局點樣透過安全相關法例去清除獨立傳媒、壓制言論自由同埋消滅政治反對聲音。歐洲議會仲罕有放重話，如果黎智英最終被判長時間監禁，甚至終身監禁，將會對歐中關係帶來嚴重後果。投票之後，黎智英個仔黎崇恩 Sebastian Lie 發表聲明，話歐洲已經係第4次正式表態，清楚講明佢爸爸所受到嘅對待完全不能接受。佢仲話，我哋而家等緊嘅可能係一個好長、好沉重嘅刑期，但佢感謝歐洲議會再次企出嚟，證明歐洲係同佢哋一家人企埋同一邊。佢呼籲當局釋放呢位78歲嘅良心犯，俾佢返倫敦安安靜靜過最後嘅日子，唔好等到太遲。代表黎智英嘅國際法律團隊亦都直言，歐盟條約入面清楚寫明，要捍衛人權同國際法，但黎智英過去5年所受到嘅對待，完全同歐洲價值背道而馳。律師形容，佢被捕、被拘留、被控告、被封報館、被困喺高風險環境，最後經過一場被指唔公平嘅審訊而被定罪，而家仲面臨終身監禁風險。佢哋呼籲歐洲唔可以只停留喺講完就算，而係要實際行動救人。至於另一邊，香港當局隨即反擊，猛烈批評歐洲議會政治操弄、雙重標準，強調任何地方都唔會容許危害安全嘅行為。當局又話，黎智英嘅案件同新聞自由無關，並重申佢喺羈押期間有獲得適切醫療照顧。不過，歐洲議會就唔止停留喺口頭譴責，決議入面仲提出要求制裁相關官員，甚至研究暫停香港喺世貿組織嘅特殊地位。背景方面補充，黎智英係英國公民、傳媒創辦人、民主倡議者，自2020年12月起被拘留，而2025年12月15日被裁定所有相關控罪成立。2026年1月15日，佢嘅量刑聆訊正式結束，判刑結果仍然未公布。外界普遍預期刑期可能相當長。事件已經由歐洲、英國、美國7國集團、聯合國層面一浪接一浪咁發聲。呢單案件早已唔只係一宗司法問題，而係一場牽動國際政治、外交、經貿同價值觀嘅角力。判刑一日未出，風暴都仲未完。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同撳埋鐘仔，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。多謝收聽。